歡迎翻嚟獨裁，令你有錢嘅地方。嚟到2025年最後一個月咧，我都希望趁呢個機會咧，回顧一下今年嘅投資操作，分析下咧自己到底做啱咗同埋做錯咗啲乜。咁如果你覺得今日講嘅有用嘅話，都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阿 Sam。咁首先呢，其實阿 Sam 從2022年開始咧，網上面開始分享同埋記錄美股投資之後咧，已經嚟到第3年啦。咁而資金咧都係呢3年度咧翻到3倍。基本上咧，其實呢一輪行情入面咧，你諗得出嘅標股咧，大多數咧其實我都有參與過。咁例如話10蚊買嘅 PLTR 啦，90蚊買嘅 Meta 啦，110蚊買嘅 Tesla 啦，70蚊買嘅 Spotify 啦，同埋95蚊嘅 Google 之類啦，全部其實我都有參與過嘅。咁但係咧講到底咧，最終攞得住嗰啲咧，都係一啲我自己真正理解同埋明白嗰啲公司。而呢幾年嚟咧，我買過嘅倍升股咧，都已經突破咗10個啦，都可以算係把握咗大部分樓市嘅風口咧，對得住江山嘅父老。咁所以咧喺2025年接近尾聲嘅時候咧，就回顧一下今年做過嘅一啲操作，同埋咧我從中學習到嘅嘢。呢一年嘅操作面呢，其實我最主要嗰個大原則都係控制風險，專注咧淨係用一啲合理嘅價錢去買一啲好嘅公司。雖然全年嘅買賣操作數緊好似有成差唔多100筆，咁但係咧最主要嘅咧都係圍繞大約10至15隻左右嘅一啲股票，而且絕大部分呢都係一啲低估值嘅優質傳統股。咁而係咧今年咧買入嘅股票入面呢，除咗其中3隻嘅優質傳統股賬面虧損平均大約係輸10% 之外咧，大部分都係賺錢嘅。無論係講緊持有緊嗰啲啦，清倉咗嗰啲啦，佢哋個平均回報都非常之唔錯，係講緊咧都多過40% 嘅。咁而最多嗰3隻咧，甚至乎咧高峰嘅時候咧，帶嚟咗超過100% 嘅回報，而佢用嘅時間咧，只係講緊短短幾個月左右嘅啫。咁可能你都會諗，100% 以上嗰啲咧，係咪全部都係一啲科技股？咁其實就唔係嘅，一隻就係大家識嘅 AI 龍頭啦，一隻就係能源股啦，而另一隻呢，就係一個可能你都唔會太知嘅一啲必需消費品嘅股票。咁而當我哋咧去睇呢一啲咧短期內可以升好多嘅股票嘅時候咧，我認為咧其實我哋可以控制到嘅嘢咧，淨係用一個平嘅價錢去買一啲自己研究得清楚嘅好公司。至於你話佢幾時先大升咧，基本上全部都係睇運氣嘅。咁所以我一路都覺得其實好多人中意分享自己點樣喺一個股票升之前買，然之後話自己眼光有幾好。但喺我嘅角度嚟講咧，其實我認為咧一筆真正好嘅投資咧，並唔係講緊話係咪一買完就升，而係講緊咧你俾嗰個價錢咧係咪一個好價錢。換言之就係咧，其實你買完之後係咪即刻升呢？並唔等於你係一個好投資者嘅。相反係你用一個低嘅價錢買完，耐心咁樣等2-3年，最後證明你係啱呢。我反而覺得呢個先係一個真正嘅顯示你投資能力強大嘅一個證據。所以我認為咧，我哋真正要在意嘅嘢咧，係可唔可以喺研究同埋判斷之後咧，無論佢行情嘅變化係點都好，依然都可以根據自己做嘅決定咧，理性咁去持有最好嘅公司，而有能力做到呢一樣嘢咧，先可以算係一個真正好嘅投資，而唔係講緊咧要依靠市場行情咧，或者話你嘅運氣去賺錢嘅一啲投機行為。咁當然啦，其實選擇理性投資咧，都係喺牛市尾段最難嘅一樣嘢，亦都係覺得2025年呢，我自己覺得最艱辛嘅一樣嘢。咁個原因就係因為呢，當我認知到成個市場嘅估值都好高，大部分啲科技股好貴嘅時候呢，基本上我係唔會高追任何嘅明星科技股啊。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喺呢啲咁嘅尾段狂熱行情入面呢，你會見到升幅最大嗰啲公司呢，大多數都係本身升最多，而且日價比較大嗰啲公司。所以話其實如果你要抵抗呢個追漲嘅慾望，你要同個市場走一條唔同嘅路，你要理性咁去淨係買一啲低估值公司呢，係需要一個非常之堅定嘅心，同埋需要一個非常之清晰嘅原則，就係你一定要呢，永遠都提醒自己只可以根據自己嘅研究做決定，而唔係話單純呢睇新聞講邊一隻股票，或者社交媒體推崇邊一隻明星股呢，就唔理價錢直接追，因為咁樣做嘅話呢，其實好大機會呢會令到你呢做出一個錯誤嘅決定。短期嚟睇，可能你見唔到嗰樣嘢有咩問題，咁但係個問題呢，其實長線嚟講呢，就算你用一個錯嘅方法呢，都係有機會賺錢嘅。咁而當你用一個錯嘅方法賺得越多錢呢，最後埋單嘅時候呢，嗰個教訓就會越大。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點解呢？我一路以嚟我都係會堅持呢，用我認為正確嘅原則同埋方法去賺錢，而唔係講緊呢，見到嗰個技術趨勢變化，或者見到佢哋講呢一樣嘢係咁升，我就去買，然之後就短期之內就要結清佢，然之後要賺嗰少少錢。咁我都會見到其實好多人可能會用一個3倍槓桿去做多科技股啦，用幾百倍嘅 PE 去追明星股啦。但係個問題就係呢，其實咁樣做呢，好難每一次都好完美咁樣掌握到一個完美嘅離場點嘅。因為好多時候其實講緊呢，如果我哋係一間公司估值明顯過高，而且呢要靠大量嘅不理性資金先推得高嘅時候入場呢，係好大機會最後係會輸錢嘅。所以我認為呢，永遠堅持用正確嘅原則去做投資呢，先係可以真正令你走得長遠嘅一個最緊要嘅方法。
因為其實我哋要做好投資，從來比嘅都唔係1年2年嘅表現，而係講緊呢，到底我哋喺5年10年一個超長線嘅長跑入面呢，係咪可以持續咁樣成功領跑成個大市，跑贏成個指數，咁先算係一個真正嘅成績表，而唔係講緊我今年賺幾多或者單一股票賺幾多。咁當然啦，其實呢，我咁樣做嘅代價呢都唔細嘅，就係因為我係嘗試係用一個好理性嘅角度咁去做一啲低估值股票嘅投資呢，就會令到自己其實短期入面嘅利潤呢係會少咗好多嘅。咁舉個例就係我喺2025年呢，基本上聚焦都係買一啲優質傳統股，咁但係呢啲優質傳統股呢，其實大部分呢都係冇乜行情嘅，甚至乎有啲就好似我頭先咁講呢，帳面係跌咗少少添嘅。咁但係呢，直至去到而家呢一刻都好呢，我都一樣堅信呢一個係一個啱嘅決定嚟嘅。咁最大嘅原因就係呢，我認為呢，就算我哋唔可以預測到市場呢邊一日升邊一日跌都好呢，咁但係牛市循環呢都係一個必然嘅趨勢嚟嘅。講緊嘅就係唔會有一個永遠嘅牛市，都唔會有一個永遠嘅熊市。當市場嘅估值明顯去到一個好誇張嘅高點嘅時候呢，我係相信呢，佢終究會有一日翻返去理性嘅地方，而唔係永遠咁無限咁樣向上升嘅。咁所以呢，如果我哋可以專注用一個低嘅價錢去買一啲估值合理嘅公司呢，就可以確保到自己喺市場狂熱退潮嘅時候呢，得到一個唔錯嘅回報，又或者話呢，至少可以確保到自己嘅本金呢唔會受到一個太過大嘅損失。所以就算去到而家呢一點，就算話我買完一啲優質傳統股佢冇乜行情都好呢，我都依然認為呢個係一個最理性同埋最好嘅一個牛市尾段嘅佈局方法。咁當然啦，你話我係咪完全唔會買一啲科技股呢？都唔係嘅。就算係一啲估值好高嘅科技股呢，如果係今年之內呢，佢有一啲顯著回調，令到佢進入我嘅打擊範圍嘅話呢，其實我都係會小額佈局嘅。咁呢個亦都係點解呢？我喺4月佢市場因為關稅大跌嘅時候呢，都有買到一啲93蚊嘅 Nvidia 或者167蚊嘅 Amazon， 又或者話呢一啲呢我認為相對價值唔受高估嘅一啲傳統股。咁但係呢，你會見到嗰樣嘢就係呢，就算係呢一類咁嘅大回調都好，我都係只會出手去買一啲我認為估值唔過分嘅公司，而唔係追高嗰啲呢幾百倍 PE 嗰啲公司。咁個原因有2個嘅。咁第一就係上面已經講過嗰個原則啦，我哋唔可以唔用價值去睇公司啦。而另一個原因就係呢，我覺得其實成個市場呢依然都係處喺一個極大嘅風險入面，一樣都係有機會滯脹，一樣都係有機會維持唔到高成長，所以成個股市可能會迎嚟一個呢非常之顯著嘅調整。而呢一個原因呢，一個我認為未來1-2年依然有好大機會睇到大回調呢個原因呢，就係點解呢？相較於大手咁去買入一啲科技股呢，我依然都係傾向於持續去建倉一啲低估值嘅優質傳統股啦、黃金啦，同時呢都增持手上面嘅現金倉位嘅。咁我覺得呢，只有做好呢啲準備呢，先可以確保第時真係退潮嘅時候呢，唔會話遭遇一個毀滅性嘅打擊，亦都有充足嘅彈性呢去撈底同埋佈局一啲真正好嘅公司。咁講咗咁多嘢之後呢，我都應該要講下，其實我覺得未來有啲乜嘢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咁我覺得一個最明顯嘅一點就係喺呢一輪行情入面呢，我一路以嚟都用一個估值過高呢個框架呢咁去看待成個市場嘅風險。所以喺市場接近高點之前呢，即係遠遠未到高點之前呢，其實我已經開始分批減倉緊一啲科技股。咁我諗令到呢，我今年嗰個潛在利潤起碼少咗100% 嘅。咁當然啦，佢都令我學識咗一樣嘢，就係如果我認為市場估值已經好高嘅時候呢，普遍嚟講呢，嗰個狂熱呢都仲有好多時間呢先會結束嘅，即係唔會話我覺得好貴之後就幾個月就崩盤。咁所以如果你話應用喺未來嘅操作同投資上面呢，我喺下一輪牛市呢，或者會再加入2個新嘅一個操作原則。咁第一個原則就係呢，當我覺得多數公司好貴嘅時候呢，我可能會再等多6至9個月先開始減倉嘅。咁又點解唔需要咁急呢？咁原因就係因為我發現呢，其實絕大多數一啲新人進場嘅時間，一啲新資金進場嘅時間呢，都係我覺得好貴之後先出現嘅。咁而唔係講緊我啱啱開始覺得貴開始出現嘅。咁所以呢，我覺得呢係冇太大必要過早去防守嘅。咁反之呢，一樣都係專注呢，如果係買一啲好嘅公司嘅話呢，就唔使太過擔心佢嘅股價短期之內呢突然之間就會崩盤。咁而第二個原則就係呢，如果咧我本身已經用咗一個好低嘅價錢去買一啲我睇得明嘅公司嘅話呢，我傾向於覺得下次係唔使咁保守嘅。咁舉個例就係例如 Meta 呢，我95蚊左右買完之後500-600蚊買咗大部分出去呢，其實我自己係有少少後悔，我覺得係做錯咗嘅一個決定嚟嘅。因為個原因就係好似呢一類咁頂尖嘅好公司呢，其實佢唔單止有一個高成長率，有一個強嘅護城河，而且就算真係第時崩盤都好呢，其實佢都唔一定可以翻去接近於我嗰時買入嗰個低價，即係冇可能去翻90蚊、100蚊嗰啲位。其實最多就算腰斬都好呢，佢都只不過去翻300-400蚊嘅位。咁其實對我嚟講係咩一個承受唔到嘅風險呢？係絕對唔係嘅。
咁所以我會傾向於呢，其實下一個週期入面呢，如果我已經用咗一個好低嘅成本去買一啲我認為最好而且明白嘅好公司嘅話呢，咁我就唔會再係咁保守。我下一次我會覺得最好嘅操作呢，就係乜都唔做，就係繼續持有呢。咁我認為呢，都會令到我長線嘅績效變得更加好嘅。咁總結翻全年呢，我覺得最重要嘅一樣嘢就係永遠呢都係堅持用價值去睇公司，永遠呢都淨係要用一個合理嘅價錢去買一間公司，無論佢幾好都好呢，都係一定要價錢行先嘅。咁同時呢，亦都唔會因為消息同埋股價嘅波動呢，去影響自己嘅一啲決定。因為如果我自己本身已經研究咗間公司，諗過間公司未來嘅前景呢，咁其實我係絕對唔需要因為佢短期冇行情呢，或者短期跌少少呢，就好驚而賣晒佢。因為普遍嚟講呢，如果我咁樣做嘅話呢，喺長線就會錯失咗好多呢，基本上只要持有就可以賺到大錢嘅機會。咁所以我認為，就算市場點樣變化都好呢，只要永遠堅持用一個低嘅價錢買好公司呢，長遠必然係會賺到一個大利潤嘅。咁如果你想做好長線投資嘅話，都可以考慮加入阿 Sam 嘅 Patreon 長線投資俱樂部。咁我每個星期日呢，都會分享一啲市場觀點分析，同埋我當下認為受低估嘅機會。我相信呢，可以令到你長線績效呢變得更加好嘅。咁當然啦，2026年我都認為會係一個非常之高風險嘅一年，咁所以記得咧唔好咁貪心，先優先做好防守咧，先再去諗咧點樣喺做好防守嘅基礎底下咧放大你嘅利潤。最後就引用股神嘅名言嚟做結，投資嘅第一條規則係永遠唔好輸錢，而第二條規則咧就係永遠唔好忘記第一條規則。祝願呢，我哋喺未來咧都可以持續進步，越賺越多。祝大家順利咁樣避過熊市，然之後咧完美咁樣把握住下一個牛市嘅週期。我哋下次再獨裁同你講下錢嘅問題。拜拜。